老师，咱是不是要开始啊？还是要搁等一下？看地点安怎讲，地点伫咧嘛吼。永光兄是即马伫台湾嘿，陈老师最近刚刚伫台南的款，是嗯伫高雄，应该是伫高雄。嗯伊今仔日有一个活动，嗯，地点你敢有要熟悉还是还是咱即场拢是主动开始就好，因为我毋捌来过即礼拜，所以我毋知。敢若无听到声。我咱搁等3分钟。好啊，请尊兄平安。
好，安尼咱敢要开始啊？好，好啊，今仔日敢有录影？我看是有开，可能是置顶开的，哦，即摆已经咧录啊吼。嘿，看起来是安尼，哦，我看，头前几两分钟拢点点咧。嗯，看来就真调，哦，好，好啊，大家搞早吼。啊，我是罗医生，咱伫这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咱的这个台语宪章的讲座已经做即届去第5场啊。啊，今仔日吼要讲的主题吼，可能有淡薄仔有较硬淡薄仔，要来讲这个法律的问题。咱今仔日有一个主题吼，叫做赖实民啦，赖实民，啥叫做赖实民？咱要来看即马咱台湾的一寡，尤其是语言方面的法制吼，咱来看台湾目前的即个赖实民的即个现况咱先想一个问题，就是讲，咱台湾敢已经脱离实民的状态啊？咱知影讲台湾人长期来拢向实民，荷兰人、日本人，即个中国人，中国人，中国国民党来台湾时，咱嘛是，中华民国政权来台湾，咱嘛是互实民。毋过若到即马咧，即马现处时2026年，咱敢已经改实民啊？可能有人会讲啊，这台湾民主化民主化无去用实民啊，也是有人会讲台湾即摆本土政党执政，所以无算去用实民。咱就爱想讲是实民实民的这个定义是啥？敢是讲敢若民主化讲人民会使投票啊，互恁投票权，互恁甚至讲互恁会使选总统，安尼就无算实民。也是讲咱有一个本土政党摕到政权啊，安尼就无算实民。敢是安尼？咱讲这个实民实民的本质啊，上重要的本质有2项啊，一项就是北社，北社分嘛，有分足侪款当然上主要是经济经济上的北社。当然嘛，还佫有政治上啦，社会上等等这北社。实民的本质，第一项是北社，第2项是同化，就是讲，咱若讲一个所在伊变做实民地，一个所在在地人去互实民，意思就是讲有外来的人。外口的人，甲你无共款的人，来到这个所在，伊来到这个所在，甲你实民，伊第一个目的要甲你北社，第2个目的，就是要甲你同化，甲你变做甲因共款的人。好，咱来看即摆台湾，即摆敢过去互实民，即摆敢改拄实民啊？咱先来看北社这个目的。台湾人即摆敢佫有互人北社？咱像无啦至少经济上你讲即摆台湾像过去咱知影高气抵来啊，高气抵来中国人来是甲咱的米甲糖拢搬去中国，也是讲这社会真侪无公平。
的所在吼，安尼北社啊，即摆台湾吼，敢若经济吼，基本上算是自由，吼，敢若无即款北社的问题。啊，若政治上咧，政治上就像咱拄则讲诶，咱个会使投票啊，吼，啊嘛无即种吼政治上吼身份地位无平等的即个问题，所以北社即个部分吼，敢若是解除啦，吼，较无啊。啊，毋过咧，咱拄则讲着实民的第二个本质吼，叫做同化。咱即摆敢有解除这互人同化的即个状态，敢若无呢吼，敢若无。要安怎做同化呢？同化上重要的即个两项代志啊，要安怎甲人同化？第一就是即个历史啦，你外地外地人来到遮，啊讲你是甲阮共款的人，你的祖先甲阮共款的祖先，所以咱拢是两花一家亲，咱拢是即个龙的传人，中华民族，哎。啊，咱的历史就是过去什么黄花岗72烈士啊，安怎国父孙中山呐，先总统蒋公，这反共复国啊，过去有足侪咱有足侪皇帝咱的这个血统是这皇帝一个传落来，这历史嘛，历史就是一个群体民族的记忆。甲因说做甲这恁遮人说做甲阮共款，这是即个历史的即个同化。过来呢，另外一项真重要的就是即个语言。恁即摆你甲阮讲无共款的话的人，我就是互你变做甲阮讲共款的话。这语言的清晰甲历史的清晰，这是同化上重要的即个两个方向，两个目标啦，同化的目标。若安尼来看，咱台湾人敢已经改实面了？哪像无咧哪像无？因为咱即摆学校的即个学生啊，共款爱阁读中国历史。当然咧，毋若是历史尔啦，包括即摆即个像公民课，咧台湾嘛是台湾学生啊嘛是共款爱阁读即个叫做五权宪法啦，啊是啥物孙中山这伊的啥物政治理论啊，即个学校的即个教育啊，嘛是甲即个中华民国当作一个政治的正统，或者的即个囡仔就是感觉讲咱的过去就是安尼行过来。啥物革命啦，啥物内战啦，啥物国强安怎啦，啥物十大建设啦，啥物即个民主化啦，安怎拄安怎？即个咱即摆对囡仔的灌输历史意识的灌输伊的即个脉络嘛是安尼。牵中华民国牵到中国安尼，即个语言嘛是共款，语言阁愈害。即摆台湾已经强要变做一个纯的中国语的社会。即摆台湾囡仔无咧讲台语嘛，袂晓讲台语。
啊，咱过去几场的即个台语现场的讲座吼，大家若有听的吼，就知影讲，以咱的计算啊，差不多15年至20年后吼，这台湾的即个台语社会吼，都会消失了，消失去啊，救袂倒来。啊，我即本册吼，台语现场即本册吼，差不多2冬前写的。啊，2冬前吼提出即个结论吼，啊，半冬前出版吼，啊，毋知大家知影讲，即2天吼，咱这监察院啊吼，监察院吼拄好有监察委员吼，提出一份即个台湾的语言使用状况的即个调查吼，尤其是针对过去即个叫做国语政策吼的即个调查报告。结果伫个监察委员的即个调查报告内底啊，伊嘛共款写着讲吼，台语吼伫台湾的性命可能差不多搁剩20年，20年后吼，差不多就是无救啊。哦，等于讲吼，我台语现象即本册的即个结论吼，拄好伫即阵啊，最近去互即个监察院吼认证，认证。所以咱台湾人嘛是继续吼行伫个去用，就是叫被动化吼，被动化的即个路上。所以以即2点吼，历史甲语言的即个动化的进程吼来看吼，咱台湾吼也未改实名，也未即个改拄实名的状态。啊，可能有人会想讲，那奇怪咧，啊，敢毋是哪会？这甲咱吼直觉上的认知吼，敢若有淡薄仔冲突啊。因为吼，咱就感觉讲，哦，咱毋是有一个本土政党啊？本土政党执政遮尔久啊，安尼哪会使讲咱还阁去用实名？啊，我要讲的是讲吼，你要看咱有互人实名无？毋是去看讲吼，啥人掌权。你若要看啥人掌权，安尼会感觉足奇怪哦。因为比如讲即摆民进党执政，咱就无去用实名；啊，若后届换国民党执政，咱就搁去用实名。啊，念伊去用实名，念伊无去用实名，安尼安尼敢毋是足奇怪？所以这毋是看讲吼，啥人执政，啥人掌权。咱是爱看讲，咱敢犹阁伫咧一个实名体制之下，甲咱实名的毋是啥物个人，嘛毋是啥物政党，是即个体制。就算讲过去咱讲国民党来台湾实名是甲咱实名，其实重点伊是因为伊来台湾，伊有设一个实名体制伫遐，毋是讲因为因是啥物党，还是讲因为因是啥物款的人安尼。就算讲因是甲咱无共款的人，毋过因若来台湾因用一个非实名的体制甲咱共款做伙生活做伙发展安尼，就算因是外国人，也是别款种族的人，安尼嘛袂使讲伊咧甲咱实名啦。所以有实名无实名，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即摆咱咧看台湾，就是讲咱还阁伫咧即个实名体制之下。当然啦，因为咱的即个主题是语言，所以咱就为语言来看，是安怎讲？咱还阁伫咧即个实名体制之下。
好啊，大家看我这 PowerPoint 面顶吼，有一个问题啦。即摆真侪人讲吼，语言甲认同无关系啊，语言敢若是一款沟通的工具尔，讲啥物话拢共款。会讲即款话的人吼，这毋若是迄种咱讲号做啥物拿白的支持者哦，毋若安尼哦。这包括即摆真侪吼，这所谓的即个台派吼，伊嘛安尼讲，伊讲我讲中国话，因即摆号做华语啦。然后我讲华语啊，我嘛是认同台湾啊，我嘛是支持我也支持台湾独立啊，我说华语，我说支持台湾独立啊，语言甲认同敢有关系？我今仔要甲大家讲的是吼，咱来看后一张这个 PowerPoint。我拄则讲着讲，实民的目的就是北社甲东华，东华的目标就是历史甲语言。咱先想看讲，拄则咱有讲着国语政策对无？咱先想一个问题，是安那外来实民者，毋若台湾尔，这世界各国人类的历史这拢共款。这实民者到一个所在，因要甲因同化，因针对的都是两个目标，第一是历史，第二是语言。是安怎因要清洗别人的语言？是安那语言是同化的上重要的目标之一。那准讲语言甲认同无关系，安尼是安怎实民者要清洗别人的语言？大家在想这个问题，都是有关系啊，都是因为语言甲认同有直接的关系，语言就是认同，所以实民者要去清洗别人的语言。咱来看中国人就好。我即摆面顶这 PowerPoint 有整理一寡资料。这1946年这单于因来台湾的时伊就公开这新闻资料大家 Google 拢还阁查有，要写伫报纸面顶。伊讲政府上要紧的任务啊，就是甲台湾人中国化。因来台湾的时，伊就安尼讲，安尼表示啥？表示因知影台湾人毋是中国人。因来台湾的时，因心内真清楚啊，台湾人毋是中国人。就因为台湾人毋是中国人，所以伊毋则要甲台湾人中国化。掠准讲台湾人是中国人，有啥物好中国化？所以因即摆因知影台湾人毋是中国人，所以因上要紧的任务，就是紧甲台湾人中国化，变做中国人。好，安怎变？要安怎甲台湾人变做中国人？开始为语言，为语言下手。1956年，这个国语运动，因讲语言也无共款影响民族团结，所以表示啥？表示咧外来这个实民者因真清楚语言等于民族啊，语言等于民族。你即摆你甲阮讲无共款的语言，表示你甲阮是无共款的民族，台湾人毋是中国人，所以我要互恁讲中国话，讲甲变做甲阮共款，安尼你就变做甲我共款的民族。1970年立委
哦，这中国人入位啊，迄咱敢若看名吼，可能看袂出来。毋过这是吼1970年迄阵啊，迄拢入位拢中国人嘛。伊讲吼，中国话无人要讲吼，啊，这个方言吼，唱秋啦，吼，会安尼分化民族啦。若个逐个个毋讲中国话，个安尼吼，讲家己诶母语讲落吼，可能吼，迄字捌事件过会1973年吼，这个山地乡国语推行办法。哦，伊讲吼，咱诶这个原住民吼，拢咧讲日语，佮讲因诶族语啦，吼，爱袂使，吼，爱甲伊这个灌输这个祖国诶文化，吼，爱互因讲祖国诶语言，吼，伊讲吼，这台湾诶原住民吼，中国是因诶祖国。1975年吼，这无超，哦，伊讲即句话嘛，讲了真水哦。伊讲国语，吼，用国语写真好诶文字，是做一个中国人诶基本条件。吼，咱安尼甲看落来吼，咱就知影讲，中国人吼用来清洗咱台湾人诶语言，伊诶目的是啥？目的就是种族诶清洗，目的就是要甲台湾人变做中国人。啊，伊若会使互台湾人吼，甲伊洗甲变做吼，讲中国话吼，写中国字吼，安尼吼，就是做一个中国人诶基本条件。吼，好，啊，为安尼1946年吼，安尼一直落来啊，吼，因拢想尽办法吼，用各种诶即个政策甲法律，吼，要互台湾人，吼，伊诶即个民族诶即个本质吼，甲伊转换掉，吼，尤其是互台湾人讲中国话，啊，因洗到即摆啊，吼，即摆是毋是真侪台湾人拢讲国语，吼，讲中语，写真好诶中文，哦。咱前一阵啊，吼，有人写中文得即个文学奖，吼，世界大奖，吼，啊，若照因安尼讲啊，讲国语，吼，写很好的国文，吼，中文，吼，是做一个中国人的基本条件，吼，安尼咱即摆台湾人，吼，真济，吼，就是像伊讲的安尼。叫因洗掉去啊！毋过呢，问题是啥呢？因安尼洗到即摆哦，以咱的角度，以咱的眼光来看，咱认为讲，这就是一个实民的手段，同化的手段，可能对咱即摆伫线顶的人来讲，可能是安尼。毋过啊，咱甲看这 PowerPoint 吼，上下骹即条，吼，伊讲，这是民进党政府嘛，吼，2017年迄阵啊，拄好吼，民进党吼全面执政嘛。全面执政就是总统选调行政院长摕到，啊，国会多数嘛，国会过半，毋若多数尔，但一进党过半，完全执政。结果完全执政的本土政党呢，伊讲啥呢？伊讲哦，基于台湾掌握华语的使用优势，吼，要全力推动双语国家。大家甲看讲，过去几十年吼，这中国人清洗咱的历史甲语言，60年、70年过去，到咱家己的本土政党完全执政的时啊，伊煞变做讲吼，
伊认为讲台湾人讲中语啊，是一款优势呢。台湾人讲中国话是一款优势。啊，这是毋是去用说甲足彻底啊？这本土的政党吼，已经是认同认同这个中国话这是民者的语言。伊毋若认同尔，伊阁认为讲台湾人即摆讲这款语言是一款优势。啊，是伫这款优势之下咱阁爱来全力推动双语国家来学英语咱已经有中国话这款优势优势来保存落来、保留落来阁加强另外一款语言，另外一款的这个主流的语言，变做安尼。若掠准讲台湾人讲中国话是一款优势啊，咱敢毋是爱甲优势放大？咱敢会使放弃这款优势？掠准讲这是真正是一款优势。若讲中国话是一款优势，安尼咱敢需要搁做这个母语的复振？那这两点其实是冲突的，因为咱若有一款优势，咱叫爱搁改愈发展这个优势，对无？咱袂使去压制家己的优势啊，咱应该该发展搁较强搁大咧比如讲即摆掠准讲是8成的人讲中国话，咱是毋是爱尽量该变作9.5%，100%。若准讲80%的人讲中国话是一款优势，安尼100%的人讲中国话，毋是搁较好嘛？搁较厉害，这优势搁较强，是安尼啊。咱总无讲家己的优势该变落较弱的嘛。所以讲，若以这款心态甲中国话当作台湾人的优势这就甲母语的复振，这是互相冲突的。咱即摆就是要来看讲，这个2017年啊，这个完全执政的本土政党杀的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伊是安怎咧维持这个中语霸权中语霸权的这个实名体制？咱来看伊的条文，伊是安怎来设定这个体制？我即摆这简报面顶有3个问题大家会使先想看觅。即摆真侪人讲国家语言发展法已经出来啊。国家语言发展法伊就是讲台语嘛是国语啊，台语也是国语过去咱拢讲中国话是国语嘛请说国语好吗？即摆咱本土政府互咱一个足赞的法案伊讲台语嘛是国语敢是安尼大家会使先这个问题会使先记一下，先想看觅过来，伊讲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的规定讲中语嘛是国家语言敢是安尼？台语嘛是国语，中语嘛是国家语言，所以台语甲中语是平等的以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精神敢是安尼？大家会使先想一下即摆阁有
讲即个即摆咱是一个民主人权的社会，国家语言发展法有禁止人民歧视本土语言，敢有？咱最后这个问题咱先，我毋知影即摆现场有几个朋友是，我知影有个朋友是伫咧外国嘛伫咧外国生活。若是伫咧台湾社会即几年啊，莫讲过去啦，敢若今年就好啊。今年你就会使伫咧网络顶看到几啊件即个语言歧视的即个案例啊。这对即个语法国家语言发展法来讲敢若完全无地带啊。这大家若有印象也是讲你网络查者，你就会看到。这个语言歧视的这个案例伫咧台湾社会同款不时咧发生。这国家语言发展法完全无作用。咱即摆来看台语敢是国语，中语敢是国家语言，台语甲中语敢有平等？这国家语言发展法的这个条文咱来甲看。这个第一条是讲，为了尊重国家多元文化的精神，促进国家语言的传承和人格发展，特别制定本法。第一条伊讲国家语言。第一条的这个草案说明伊讲要过去受到一元的语言政策伤害的各族群的语言优先国家该投入资源来做这个发展一元语言政策。伊讲咱的台湾的本土语言过去受到一元语言政策伤害。这条咱等下再搁翻头转来看。咱即摆先看下骹第3条。伊讲本法所称的国家语言，指台湾各有族群使用的自然语言，甲台湾手语。好，伊即摆国家语言发展法第3条伊安尼写，后壁无啊。我即摆要问一个问题安尼国家语言是啥物语言？具体是啥物语言？伊虽然讲条文面顶写讲台湾各有族群使用的自然语言，毋过具体是啥物语言？语言有一个名称嘛，无甲名称写出来，所以具体是啥物语言？可能有人会讲，台湾各有族群的语言就是台语啊，就是客语啊，就是原住民族语啊，就是安尼啊，无是啥？好，毋过咧，这法律敢会使安尼解说？敢会使在人社会的大众在人解说？伊法律若无写清楚，敢会使安尼在人解说？因为你若要安尼解说，你认为讲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拢是各有族群的自然语言，无一定大家拢会同意可能原住民来讲，恁台语甲客语，你台语
根本都毋是自然语言。阮原住民族语毋则是各有族群的自然语言，恁拢嘛外来，吼，安尼要安怎？啊，有人安尼讲，安尼要安怎？谁讲的是对的？这法律条文无写清楚，啊，一人解说一款。有人讲台语是国家语言是自然语言，啊，有人讲无台语无算，原住民族语才有算，啊，有人讲客语嘛是台语，安尼回来回去，所以伊条文是无写，无一个无法律的基础。啊，啥啦？大家拢会讲啊，台语嘛是国家语言啊，这是对，这是部文化部伊来批这业务报告，文化部业务报告啊，伊内底咧写讲啊，咱即摆政府咧要发展国家语言啊，伊就讲到有原住民族语啦、台语啦、客语啦、马祖语、手语啦，这语言。这阮文化部提出这个报告，内底讲到这语言，所以大家就甲伊解说做安尼国家语言就是这语言。啊，毋过咱爱知影一件代志文化部的这个业务报告啊，伊是无法律的效力，伊无法律的效力。咱若就法论法来讲啊，国家语言发展法第3条这条啊，伊共款是无解说。台语的地位，台语的这个法律地位，共款是无明确的，因为无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条文也是讲法规，伊有明确指出讲台语是国家语言。啊，只是即摆大家安尼将错就错啊，将错就错啊，就家己安尼会使讲黑白解说，啊，非得文化部的报告都写到这嘛，啊，就甲当作是安尼。事实上，以法律条文来讲，国家语言到底有包括什么款语言无人知，即摆无人知。好，毋过呢，咱掠准讲咱就承认讲，好啦，啊无这文化部写的这个语言就真正咱家当作是国家语言好啦。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手语。这拢是国家语言，虽然讲因的这个报告无法律的效力，毋过咱就甲当作安尼啦。啊，掠准讲咱要甲伊当作安尼啊。啊，即摆有一个问题啊，中语咧，中语走去倒？像咱拄则讲的条文内底无写讲国家语言是啥物语言，对无？有人讲文化部有一个报告，文化部有写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咱若甲这个报告当作是这个条文的解说，中语走去倒？
中语无去啊。就算是要用文化部的报告来解说这个条文，伊内底嘛无讲到中语，安尼表示啥？表示讲中语绝对毋是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讲的这款国家语言，所以中语毋是国家语言。安尼中语是啥？中语敢毋是台湾即摆上侪人咧用的，主动咧用的语言，包括政府官员为上大到上细，所有的人咧用的语言，所有的公务人员咧用的语言。安尼中语无伫个国家语言发展法的定义内底，安尼中语这款语言到底是算什么语言？中语敢是国家语言？毋是哦。咱就法论法来讲，中语毋是国家语言。中语是什么语言？来，咱来看。国家语言发展法第三条就是咱拄则看到的伊讲国家语言就是指台湾本土的这个自然语言嘛结果伊的第三条的草案说明啊，咱一部法律法律有几啊条嘛逐条的法律因迄立法者咧写这条条文的时伊后壁会有一个草案说明就是甲大家解说讲是安那立法者要写这个条文是安那要用这个字是安那要安尼规定伊的目的伊的目标伊理念是啥安尼这有草案说明。即摆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第三条的草案说明伊内底有写一句话，伊讲本法所称的国家语言，并非指官方语言。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讲到的国家语言毋是官方语言安尼官方语言是啥？咱甲想者拄则咱知影讲国家语言发展法有一款语言无讲到，去互伊排除中语。伊即摆第三条的草案说明伊佫讲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的国家语言毋是官方语言，安尼表示啥？表示讲，这个民进党这个本土政党完全执政的本土政党，伊写这部国家语言发展法，伊承认中语是台湾的官方语言。中语是毋是台湾的官方语言？咱其实咱到即摆到目前为止台湾无一条法律规定讲台湾的官方语言是啥无一条法律，无任何一条法规规定讲台湾的官方语言是啥。毋过台湾无一个法定的官方语言，毋过台湾有一个事实上的官方语言是啥物？咱拢知影，就是中语嘛。就像我拄则讲的，即摆政府官员拢讲中语总统接见这个外宾
讲啥物语？中语啊。行政院长伫咧立法院备询，讲啥物语？中语。立委质询官员，讲啥物语？中语。即摆咱的即个媒体的第一语言、主要语言是啥？中语。尤其是搁一个上重要的，即摆台湾的学校的教学语言，台湾的学校，各级的学校啦，所有的为幼稚园、国校啊、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各级的学校的教学语言是啥物语？中语。所以中语是台湾事实上的即个官方语言。官方语言就是你即个行政系统、教育系统、媒体、司法系统咧用的语言，政府规定的啊。拄则无讲到司法系统，你即摆法院的法官咧即个开庭的时，咧审判的时，讲啥物语言？中语。检察官、律师、警察、书记官，规个司法系统拢是讲中语。所以中语是伫咧台湾是一个事实上的官方语言。毋过啊，伊是无法律基础的，嘛会使讲无民意基础的。迄是过去独裁者口头讲的，伊讲的就准算，啊讲的就一直安尼。这无法律基础、无民意基础，这其实是一件违反人权的代志。用中语做事实上的官方语言，结果啊，咱的这个完全执政的本土政党，伊写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伊毋但无去用法律去明确甲指出讲台湾即摆无法定的国家语言，台湾中语做台湾的即个官方语言官方语言我拄则讲毋对，无法定的官方语言这是一个违法的代志。伊无安尼写伊无安尼讲，伊颠倒用一个草案说明伊去承认讲中语是台湾的官方语言。为什么呢？为什么会使安尼解释？因为伊头前讲国家语言是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用文化部的报告去说明文化部的报告内底无中语啊，所以中语毋是国家语言发展法所讲的国家语言。毋过中语是台湾事实上的官方语言。伊即摆即个草案说明，伊讲国家语言并非指官方语言。安尼伊就是承认讲台湾有一个官方语言，这个国家语言毋是指官方语言。意思就是伊承认讲中语是这官方语言，变做安尼。中语是一个无共款的地位，无共款的存在，毋是藏伫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伊是另外一个层级的物件。恁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可能有台语、有客语、有原住民族语恁遮个语言合作国家语言。毋过中语毋是中语毋是国家语言，中语是官方语言。伊即摆伊承认这个中语是官方语言，所以咱全台湾的共款公务人员嘛是讲中语，
你若要做公务人员，你就爱考中医。你学校嘛是用中医教册，媒体嘛是用中医做第一语言，司法系统嘛是用中医做第一语言，包括民间的企业。你即摆你去到，你去 7， 你讲台语，人甲你用中语，因为中语是因的官方语言。因为政府的官方语言是中语，所以民间的企业，伊嘛用中语做因的官方语言。你去麦当劳，你就算你甲伊讲台语，伊嘛是甲你用中语。你去外口，你大饭店柜台，嘛甲你讲中语，为虾米？因为中语是因的这个私人，不管是店家还是企业，因这私人单位的官方语言。这就是拄则咱看到第一条的草案说明。第一条的草案说明伊讲过去台湾的这个各族群的语言受到一元语言政策的伤害。伊甲咱讲，咱的台语过去受到一元语言政策的伤害，结果呢？伊讲有要改变这个一元语言政策。啥叫做一元语言政策？伫语言学、语言政策的这个领域来讲，这个一元、二元、多元是啥物意思？就是官方语言的意思。你一个国家，你用一款官方语言，这就是一元的语言政策。你这个国家若有两款官方语言，这就是双元的语言政策。你这个国家若有足侪款官方语言，就是多元的语言政策。过去这个实民政权，伊用这个一元语言政策来伤害台湾的本土语言。这一元语言政策就是用中语做唯一的官方语言，学校用中语教册。公务人员讲中语，媒体讲中语，司法系统讲中语，一元的语言政策。因为安尼，社会各种的系统拢敢若会使用一款语言，所以本土语言慢慢就消失去。结果呢？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伊讲伊要促进发展本土语言，毋过伊并无去改变这个一元的语言政策。伊同款把中语当作台湾唯一的官方语言。若你维持一元的语言政策，是毋是意思就是讲，这款语言政策同款会继续伤害咱的本土语言？安尼要安怎发展本土语言？要安怎发展国家语言？这就是这个咱一开始讲到的这个赖实民。我讲你看实民，咱是毋是脱离实民状态？毋是看讲什么人、什么款的人执政。民进党执政就无算实民，国民党执政的时就变做又搁实民，后边搁换民进党搁执政，就无算实民。念咪实民，念咪无实民，毋是安尼啊。咱是爱看讲咱也有伫咧即个实民体制之下。即摆咱以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来看，伊就是咧维持中语做台湾的单一官方语言的即款的唯一的单一官方语言即款的即个实民体制。
伊咧维持即个体制，所以咱台湾吼，伫咧语言这部分吼，共款抑搁伫咧实名状态之下。三号说赖实名，赖实名的意思吼，就是讲你本土的即个政治精英吼，你掌权啊，毋过诶，你继承过去的即个实名政权的意识形态甲体制，这叫做赖实名。本来实名本来吼是外来嘛，外来的人来去实名本土的人，结果即摆本土的政治精英吼起来掌权，毋过因继续咧使用咧执行即个实名体制，继承实名者的即意识形态，这就变做叫做赖实名。内部的人实名咱家己，这部国家语言发展法，伊的精神就是安尼，甲恁本土语言互恁一个名称，讲恁是国家语言，大家拢平等。毋过呢，伊甲中语抽出来，甲中语排除，甲中语排除，毋过事实上中语是啥？是官方语言。所以，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伊是无法度去抹掉官方语言。官方语言，中语做单一官方语言嘛是伫遐，嘛是维持伫遐。这两天咱嘛是网络看到，这个外交部长林佳龙，伊敢若去欧洲、去波兰，还是去倒位因要伫遐推广中语。敢若要伫遐设什么中语学校，还是安怎？因中华民国政府摕台湾人的税金去欧洲发展中国话，为虾米？因为这中语是因的官方语言。搁有咱有一个部会叫做侨委会啊，侨委会嘛是啊，伫咧世界各国伫咧发展中语啊，设中语学校啊，还是安怎伫咧互咱外国人来学中语，也是讲这补助这外交人员去母的中语啊。咱台语伫咧台湾无一个台语委员会无资源，无专职单位，无资源伫遐需要资源伫遐吓到要死大家做台语的做遮辛苦，拼死拼活安尼结果人中华民国政府安尼经费预算安尼一直摕去落伫咧中语面顶。为虾米安尼？因为因共款咧维持即个中语做单一官方语言的一元语言政策，所以咱即摆都是伫咧即个赖实名的状态。咱来看下骹这国家语言发展法第4条。第4条伊讲国家语言一律平等。国民使用国家语言，这伊这个语句真趣味我用中语念伊讲国民使用国家语言应不受歧视或限制，应不受歧视或限制，足厉害这个条文足厉害，安怎讲厉害？大家要看我想大家中文拢真好啦，因为咱拢自细汉去用训练起来嘛，去用说起来。即摆台湾人的中文拢真好啊！咱台湾咱中文遮尔好
咱敢袂感觉吼，即句话吼，看起来甲都位怪怪的吼。国民使用国家语言，应不受歧视。那中语敢会安尼讲话？台语嘛袂安尼讲话啊，连台语嘛袂安尼讲话，中语搁较袂安尼讲话。少做应不受歧视，应该袂使互人歧视。国民使用国家语言，应该袂使互人歧视，应该莫互人歧视。哦，有人安尼讲话吼。哦，你若做老师啊，你若做老师，你敢会甲学生仔讲，你应该莫偷食补，你应该莫作弊。你应该吼，你若做人老爸老母，你会甲囡仔教讲，你应该莫讲白贼，应该莫偷摕物件，应该袂使偷摕物件。你是讲你无应该讲白贼，无应该考试，无应该偷食补，无应该杀人，无应该贪污，无应该做歹代志。安尼毋则对。你要禁止人做一件代志，不管是中文还是台语，你拢是讲无应该安怎，还是不得安怎，袂使安怎，对无？结果伊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即个条文啊，伊讲到语言歧视啊，伊毋是讲你无应该歧视使用国家语言的人，伊嘛毋是讲使用国家语言的人无应该受到歧视，伊毋是安尼讲话呢。伊是讲吼，使用国家语言的人吼，应该莫互人歧视啊，应该袂使互人歧视。这敢是禁止的条文？这敢是禁止人歧视语言？毋是啊，哦，毋是。不管是中语还是台语吼，讲话拢袂安尼讲。结果是安那立法者要安尼写，哦，大家想看觅。这就是讲吼，伊伫条文内底吼，伊嘛无法度去禁止讲，无法度去禁止语言歧视这件代志。为什么？因为这个中语的这个地位啊，嘛是比其他的语言的地位搁较悬。像皇帝的，所以我即摆我伫个下骹吼，我有一个说明。伊即个第4条啊，前段吼，伊讲国家语言一律平等。啊，毋过咱拄则咱已经知影讲，中语去互排除伫个国家语言发展法之外哦。中语毋是国家语言哦。啊，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的国家语言吼，一律平等啊。所以恁遮的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恁拢是平等。啊，毋过甲我中语无关系，因为我中语无伫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中语的地位搁较悬啊。因为中语是官方语言，伊是所有的公务人员拢爱讲，所有的学校拢爱用这款语言教册。政府投入上济资源去发展的语言，所以国家语言发展法前段头前即句啊，伊的意思就是讲，中语之下语义平等。
啊，你中语的地位遮尔悬呢？所以啊，伊嘛袂使禁止讲语言歧视哦。伫咧台湾会歧视别款语言的语言是啥物语言？就是中语尔。台湾社会敢若中语，也是讲用中语的人会去歧视歧视台语、歧视客语、歧视原住民族语，敢若安尼尔。啊，毋过伊即个法律条文，伊无禁止，伊无讲无应该歧视语言，歧视使用本土语言的人。伊敢若讲使用本土语的人应该卖互歧视。足欠逼的我来大家讲一个事实啊，伫咧中华民国所有的法条内底，所有的法条，若要讲要禁止人歧视的条文像这国家语言发展法第4条后段，像伊安尼写的这是唯一的一条。敢若这部国家语言发展法第4条的后壁这句，伊写讲因不应该卖互人歧视。其他所有的条文，那毋是不应、无应该，就是不得、袂使，不应歧视、不得歧视。其他所有的条文拢是安尼写。敢若这条是唯一的一条，伊讲应该卖互歧视。所以咱讲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伊的主要的目的是咧维持中语的霸权，中语的一元的这个语言政策。我遮有一个结论。这部中华民国国家语言发展法真正的作用是咧维护中国威权殖民体制，伫咧无损害到中国文化的霸权的地位之下霸权地位的前提之下为濒死的台湾本土语言提供妥善的人种照护。所以大家拄正看头前这国家语言发展法这几条咱就看出来看出来讲这部法律的这个目的甲精神是啥？所以我后壁佫写讲中国国家语言发展法毋是台语的强心针，嘛毋是救命单，是台语的安宁病房。好说来咱今仔日佫有另外一个主题。大家听我拄则安尼讲可能感觉讲安尼解说是毋是有淡薄超过对咱社会上有一句这个流行的这个话叫做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无比较无伤害咱知影讲过去伫咧这个阿扁即前的时2000几年的时因的教育部伊嘛有提出一个法案，叫做语言平等法，嘛是咧讲语言的代志，嘛是咧救这个咱的这个本土语言。当然迄阵这
本土政党吼，伫立法院是少数，法案无法度过，所以因敢若剩一个草案伫遐，因草案写出来，立法院无法度过，袂过。毋过咱嘛是会使来看因的即个草案，这法律的条文啊，伊就是代表讲，你即个立法者，也是讲政府吼，伊的即个思想、路线、意识形态，伊的文字啊，就会表达出遮个代志。即摆20年前的阿扁啊政府，甲8年前的即个蔡政府，佮延续蔡政府即摆延续到即摆赖政府嘛。因即摆体制法律无改变嘛，所以是刷落来嘛。咱来看讲阿扁啊扁政府甲即个蔡政府，因的即个两个执政的即个无共款的人因的意识形态有啥物无共，还是共款？咱来看嘛。这个2003年的语言平等法这一部法案的第一条大部分拢是立法精神、立法目的啦。这个语言平等法甲国家语言发展法嘛是安尼。因的第一条拢是写这部法案的立法目的。语言平等法第一条，伊写讲，为着要保障国内各族群的日常生活，以及咧参与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甲文化等的公共事务。我有甲这关键字我甲伊标红色。日常生活甲公共事务，有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这是语言平等法伊的立法的目的哦。后壁佮写讲无应该，不应哦，不应该哦。大家会记无？拄则咱看到啥？即摆语言平等法伊写讲无应该限制这个少数语言的保障。安尼是啥物意思呢？这就是这个语言平等法伊个具体指出讲，伊要保障人民的语言权，保障人民的语言权，尤其是啥呢？伫日常生活甲公共事务当中的使用语言的这个语言权。语言平等法的目的是安尼。咱甲看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伊的目的是啥？尊重国家多元文化的精神，促进国家语言的传承、发展甲发展。咱若干那看这条，咱感觉讲，敢写了袂歹啊！国家尊重多元文化的精神啊，那毋是真好真水促进国家语言的传承发展啊，安尼有啥毋对？咱若甲比较起来咱就发现讲，伊差足济。平等法，伊是要保障人民具体实际上使用语言的语言权。语法法是要创啥呢？保存文化。啥叫做保存文化？就是讲，都互人
哦，有看到讲，哦，这个国家吼，这个社会吼，佫有即款语言吼，有即款文化活动啊，吼，文化表现啊，吼，安尼。我讲吼，伊这条文吼，其实是甲语言权利吼做一款降级，伊甲语言权利降级做吼文化保存的赞助。伊毋是咧考虑讲，哦，你即摆吼，即个语言伫咧社会上有人咧讲无？会使用无？哦，学校有咧教无？哦，即个公务人员、媒体，哦，用啥物话？哦，人民听到是啥物话？伫咧社会生活、日常生活听到的讲的是啥物话？伊毋是考虑即件代志，伊是要做一个文化保存，这目的，哦，目的完全是无共款。好，来看下骹吼，下骹即条足重要。边啊政府的这个语言平等法哦，第2条啊，咱来看伊的第3项，第2条吼，第3款就好啊。伊讲，伊遮嘛是写讲国家语言哦，毋过伊的国家语言，像咱拄则讲的，即摆的语法法第3条，伊完全无写国家语言是啥物语言，无定义啊，无具体讲你是啥物语言。毋过进前的即个语言平等法吼，伊写讲国家语言包括各种的原住民族语，吼，安尼我就莫念啊吼。佫有即个客话、台语、国三呢，哦，上重要的，伊在面顶写华语，安尼是啥物意思？安尼是吼，伊用即个法律的条文吼，甲台湾的语言，包括中语哦，中语嘛甲伊放入去哦。意思就是讲，伊利用法律条文，甲中语放甲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做伙。即几款语言，包括中语嘛是共款，因伫咧法律上是平等的。伊用法律条文明确去甲伊规定，结果即个国家语言法典法第3条，像咱拄则讲着啊，伊甲中语排除啊，甲中语排除，中语毋是国家语言，而且伊佫承认中语是官方语言。哦，用这个草案说明，哦，承认中语是官方语言。一个，吼，20年前的平等法，伊是甲中语、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放做伙，互因有法律上共款的平等的地位。结果20年后，即摆的即个国家语言法典法，伊是甲中语抽出来，甲伊放伫咧官方语言的即个层级，所以咱就知影讲，即部法案就像我拄则讲的，伊是咧维持殖民体制一元语言政策，伊咧维持即个中语的霸权。若准讲，即个中语的霸权维持落来，台语要安怎换？台语要安怎求代？这是无可能的代志。毋过伊即摆法律是安尼规定的。好，
咱个看落来吼。我觉得有趣的一个点是说，人家说有人咧讲话吼，有人要讲话吗？好，来，不要紧，哦，等下若有人要讲话吼，咱才举手者嘿。来，咱来看这个第5条，语言平等法第5条吼。国民有公开也是伫私人场合使用家己语言的权利，不可。第五条就是一个反歧视的条款，伊遮写讲吼，不可因此遭遇到不公平的排斥还是限制，不可啊，不可不应不得啊，这拢是袂使的意思嘛，限制的意思嘛。结果国家语言发展法第4条，咱拄则已经讲过，伊变做应不应该买，应该袂使。语言平等法吼，伊是一个具体禁制的规范。啊，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吼，我下骹有写，伊用法律条文吼做一个温和的劝导吼，无强制力，嘛毋是禁制的规定。这基本上吼是吞踏本土语的尊严。是啊，若我讲台语的人，我讲客语的人，你唔禁止讲人甲我歧视。你若无爱讲吼，人袂使不应该歧视本土语言，你若无安尼讲，你若要讲吼，本土语言应该莫互人歧视。这无禁止的意思。好，过来吼。咱来看这第8条。第8条的平等法吼，伊规定讲吼，各级的政府啊，各级的政府，其实平等法的条文，伊拢是写各级的政府。结果这个语言发展法吼，这个伊安怎写呢？伊拢写吼，主管机关，政府甲主管机关是差伫倒？平等法伊写政府吼，意思就是讲吼，你政府所有的单位，你拢对这个语言福建有责任。结果这个语法法呢，伊要写这主管机关。啊，语法法的主管机关，中央的主管机关是啥？文化部。所以吼，这甲语言福建语言发展有关的代志，相关的代志吼，拢等候文化部，拢文化部去处理。啊，结果呢，实务上呢，这咱要做这语言福建吼，这是牵涉到足侪层面、足侪领域，真侪代志需要真侪部会做伙处理。毋过啊，因为伊法律规定讲，主管机关去做，所以吼，咱定定会拄着吼，这中医叫做踢皮球，踢来踢去啊。讲到啥哦？啊，伊找啥人？去找文化部，去找啥物部？找啥物科、啥物书？真侪代志无法度处理。
这就是这个语法法。过来，这个第9条，第9条嘛真厉害哦。平等法伊讲地方政府会使以这个社会条件指定一款国家语言做通行语。地方政府就会使指定啊，看社会条件安怎哦。结果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伊讲，县市政府的主管机关会使看族群的需求，搁安怎呢？爱经过地方立法机关，就是议会啦，爱经过议会议决，才会使去指定通行语。这是差伫倒？在平等法只要是地方政府首长，伊认为应该爱指定的事啊，伊就会使去指定。结果语法法伊甲你设搁一个限制，你政府要做，地方政府要做，搁袂使哦，你爱搁议会议决多数，是安那要安尼？是安那本来立法院会使授权地方政府做的代志，你即摆语法法，搁爱规定讲爱经过议会议决。咱知影讲台湾的这个地方的政治形态是足复杂的。你民进党选到县市长议会无一定搁会多数的，但是讲议会多数的时本土政党搁无一定会选到县市长呢。若安尼，这代志是要安怎做？这就是这语法法给设定一个重重的限制伫遐，包括拄则咱看到的平等法规定政府会使做代志，结果语法法规定讲爱主管机关，主管机关中央的一个尔，一个尔足侪代志无法度做的，而且你一个主管机关，你经费阁有限，规个政府的经费，规个政府的预算，甲一个教育部的预算，一个文化部的预算，这是搁差足侪。所以你会使发现讲若是伫个意识形态、语法法的意识形态伊伫咧保护这个中医的霸权，伊连实际上你咧执行的这个条文伊拢甲你设足侪限制伫遐，互你足歹做代志。好，过来。咱来看这第16条，伊讲各级的行政机关的会议还是安怎各种的场合就对啊啦应该安怎咧主动提供这个这个语言的服务。意思就是讲你政府官员、人员，你要主动讲这款语言。民众若讲啥物语言，你要主动对伊讲就对。结果咧，语法法11条伊安怎写？伊讲政府机关应该伫必要的时阵提供翻译。必要时阵提供翻译，你看安尼差偌济？平等法直接用条文规定讲，你公务人员你应该主动讲这款话，
你语法法吼，伊毋若无规定讲你爱主动讲哦，伊连要提供你翻译吼，就爱看你有必要无必要。啊，三号做必要，少人来认定，哦，这拢是真大诶问题啊！你毋免主动讲无打紧，你嘛伊嘛无规定讲你爱主动提供翻译，伊是讲吼，你感觉必要诶时，你才提供翻译就好啊。吼，这讲是合作要维护人民诶即个语言权。这安尼吼，为头啊安尼一直甲看落来吼，你就发现讲，咱后壁诶即个完全执政诶本土政府，对台语对咱本土语言诶态度是啥？下骹吼第18条，中央政府应该设置全国性诶公共广播电视频道，以保障这个语言诶公平诶播出。哦，啊，结果咧语言发展法诶第13条吼，伊讲啥咧？伊讲为着要呈现国家语言诶文化多样性，政府还奖励，奖励这个活动，这个代志。这就像咱拄则讲诶第一条，这语法化诶目的，是要做文化保存，伊毋是要维护人民诶语言权。伊甲即个台湾无共款诶语言啊，当作吼，敢若一个对即个中华民国吼，一款诶即个装饰安尼。啊，我互你钱，你去买啊，安尼。好啊，歹势吼，那我想讲，咱到遮吼，时间差不多要到啦。毋过吼，咱先休困一下。啊，我想要来辩说一下。啊，若大家吼有啥意见要发表吼，会使讲一下。啊，我先，互我3分钟。明明在平安。边
好，我转来。拄则拢无听着咱发表吼。安尼咱继续看咧吼。咱来看吼，后壁即条吼，这嘛是吼，足有学问诶啦。所以我感觉遮个即个写这条文诶人吼，嘛是真正是真厉害。咱看倒平平等法第21条，伊讲为着提供民众诶即个适合诶服务吼，公务人员诶考用，考用会使会使附加即个国家语言能力诶条件。结果咧，即个正平诶国家语言发展法，伊安怎规定咧？伊规定讲吼，即个公务人员吼，诶，即个甄选，会使附加国家语言能力诶证明做条件。这毋知诶人吼，看无吼，伊到底是差伫倒？毋过其实吼，因即个法律吼，文字安尼改安尼写，这是吼一足大诶美感。我有甲迄字吼，两个字，我有甲伊漂做红色，
倒边的边顶法写考用考试的啦，考试的公务人员。正面写精选，这到底是差伫倒？咱知影讲公务人员啊，大部分的公务人员是爱考试的，90%以上的公务人员是爱考试的。咱有足侪高考啊、高考、普考啊、特考啊，才会爱考试。结果，伊本来评定法，伊讲考试的公务人员会使，互伊附加即个国家语言能力的条件啊。结果啊，即个语言发展法啦，伊改做精选尔。精选的公务人员占的即个比例啊，是足少的。所以条文安尼改落啊，等于讲大部分的公务人员拢毋免有即个，比如讲咱用台语来讲的话，台语的即个能力，做条件，敢若少数的即个精选的公务人员。你会使要求伊有即个台语的能力，一个就甲即个公务人员爱用台语能力的即个比例啊，一个甲减到剩一丝丝啊。这就是咱国家语言发展法即卖的规定，即卖咧做。所以，咱为头安尼甲看落来就发现讲，知影讲因毋若是伫意识形态，咧保护、咧维护即个中语的霸权，伊连伫实务上拢处处咧限制你的即个台语的即个使用也是讲发展。所以，这就是咱为即个法律就看到讲，咱即卖的即个本土的政府共款是咧执行即个实名体制，而且是用因的即个多数过半数的即个国会去立即个法律落来。好，安尼我今仔日的即个工作就进行到这。多谢大家。好，安尼大家敢有问题？若无，我来讲一下我的想法。我感觉，就准讲是迄个阿扁时代迄个嘛，伤过客气。就是咱若是参考什么爱丽地，还是讲参考世界地，因咧做语言发展，发展迄个法度，考公务员都一定爱会晓讲在地语言啊，袂使干那晓讲英语啊。咱敢有要求讲考公务员一定爱晓讲台语？无啊，对，所以还阁伤过客气啦。对，无毋对。我是安尼感觉，若是倒一工，咱完全袂晓讲中国话的囡仔，考大学考会掉，台语都有希望。是，对。好，所以这还阁足长的路要行。毋知行会到无？对，因为主要是因的心态都毋是讲去改变过去，去弥补过去无正确的政治造成的伤害。因的心态有关是伫咧讲好啦，互恁一个会当喘气的空间，安尼。对，所以是完全无共款。对，前日阮有甲遮的就迄个侨委会的
副委员长来阮遮来拜访安尼，嘿，我就甲讲，你直开真在做迄个台湾 Center of Mandarin Learning 到底是安怎？就讲，这钱的来源是就是台湾政府甲美国政府签约，为着要拍到迄个孔子学院，所以因钱足侪拢等落，是因的 KPI 安尼，我甲建议讲，无你就莫讲啥 Mandarin Learning 就改做台湾 Center for Language Learning 上无你甲迄个袂使教台语的迄个限制摕掉啦，你自迄个合约甲迄个规矩，就是台语无伫内底，你要咱为着要叫你会当互阮一寡钱，你就伫遐估摸，伫遐拖来拖去，讲袂使做，后面可对无？就是自开始你的心态都爱无共款，因无即款的心态，是，好，多谢老师吼。其实但是甲我拄则讲着呀，就是咱台湾人咧纳税金互因伫咧海外吼，一直咧发展中国话，毋知啥物意思咧，足奇怪。安尼是。敢有个人有问题，还是有意见？那无咱就今日到遮，好，多谢罗先生，好，多谢大家，好，再会。再会。